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香港商报报道说，许家印前妻曾斥5亿连购33间伦敦豪宅。据彭博社消息，中国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前妻丁玉梅被指通过技术性离婚获得恒大数百亿花红好处或者叫利润。彭博社报道，在恒大贷款违约9个月后，丁玉梅斥资数千万英镑在伦敦买下多套豪宅。报道援引一份1月份的法庭文件显示，丁玉梅透过5间离岸公司，以4980万英镑，也就是5.27亿港元购入伦敦豪宅项目33个单位，但文件未提及购买时间。总之，你让人家查出来了，那都是南柯一梦，梦一场。所有暴露出来的财产，那都是要拿去还债的。机关算尽，还有一个恒大的什么总裁夏海军，以后恐怕也只能过这种四处躲藏的生活。但是，一旦被发现，就要被债主追债。想当年，这些人那都是呼风唤雨，都是起高楼，眼见那楼塌了。一个房地产发生转向，这么多衣着关系，这些什么首富，什么打工皇帝，立马就身陷囹圄。不光是这些民营企业，他们正在渡劫。最近网上又在传言，某一个房企的老总恐怕很快就要进去。我想大家恐怕都能猜得到，因为大家都在看着怎么收场。华夏时报报道说，近期万科动作频频。6月10日到6月12日，万科用3天时间快速卖完所有 A 股库存股，出售的股份7295万股，出售所得资金总额4.79亿，成交最高价6.72元每股，成交最低价6.48元每股，成交均价6.57亿每股。当年，也就是2022年，因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一共是7295万股，成交价最高是18.27元每股，最低17.01元每股。总之，3年时间只剩下零头，前面10都已经跌没了。出售库存股可以快速回笼资金，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增强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和财务灵活性。尽管万科的大股东深铁集团多次向其提供借款支持，但公司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出售库存股是万科在当前环境下一种自救举措。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一买一卖损失多少钱，现金流又少了多少。最主要的是，一面高喊着让万科活下去，一面还是盲目扩张，到处囤地，到处开发新楼盘。最主要的是，怎么就把深圳地铁给它进来了？也就是万科怎么变成国资委是第一大股东？这个造成了多少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就说过了，这个账一定会算的。它跟恒大、碧桂园、融创还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民营企业，反正自己捅下的祸自己背，对吧？也犯罪了，也抓起来。那许老板不就在蹬缝纫机吗？万科不一样，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在我看来，万科至少有3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让国资成了第一大股东，就这个到时候一定要回头好好算账，谁干的，就一定会有人要担责，也造成几百亿的损失，就大头的钱就没了，难道没有人负责任吗？几百亿，也就是说，国资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成了万科的大股东？为什么姚老板成为万科大股东就是不行？如果姚老板成了大股东，那虽然万科暴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你投资人的事，那是你们私人的事，你愿意你喜欢，不用大头来买单。这是第二个，大股东缺位。你既然是大股东，你怎么不行使大股东的权利，而是把这个公司交给了几个职业经理人？大股东好像消失了，这公司它不是职业经理人的，所以那出现什么乱象，那就可想而知。所以你看，社会上到处都有举报的。我记得最出名的就是烟台的合作伙伴，
举报材料那么多，到处举报，你也不能说人家真的全部是诬告、空穴来风。这是第二个，就是大股东缺位，这个是要负责任的。你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在里面，你自己不监督、不负责任，交给一群职业经理人。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还是这个大股东出手太慢，出手太晚。恒大暴雷的时候，大股东一看形势，就应该立马要出面，要接管万科。如果那个时候就接管万科，那么万科恐怕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紧张，这么难。所以现在市场上的传言，这些老总要被抓，我觉得抓1个2个是不够的，恐怕有一批人要被抓，就围绕这个事情，很快年底之前。所以你也看到关于万科的很多异动，各种人物都出来表演喊话，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近高盛唱空中国楼市的这些报告在网上广为流传。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尚辉，他说，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地区的新增住房人口需求在2015年前后达到峰值。虽然家庭结构变小有利于房地产需求，但不敌人口下行、城镇化进度放缓带来的影响。而结合房地产投资属性变化、房屋拆迁率下降等因素，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城市新增住房需求可能保持在每年略低于500万套的水平。500万套，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恐怕都是高了，因为我们的新生儿出生率很快就要接近500万了，这是下降。理论上肯定是2个人需要1套房，就结婚，那你就是500万或者600万新生儿，你理论上只需要300万套的房子吗？这个是大家一个概述，因为不是所有人结婚都要买房，当然也不是所有人他不结婚就不买房，只是一个参考，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刚需大概是在什么一个量级。你还要考虑这些孩子，说不定他们父母现在已经把他房子买好了，或者他们家本来就有2套房。所以高盛的报告他最后说，而我们的计算显示，城镇化这一因素在2010年到2019年期间年均贡献新增住房需求640万套，但在2020年到2029年年均贡献降至380万套，2030年到2039年降至280万套。这个估算恐怕也是偏乐观。为什么？他没考虑到就业。如果说城里面解决不了就业，那农村的人往城里面转移的动力就小得多。甚至由于这个城里面工作不好找，很多年轻人还在这些专家的忽悠之下，还要回农村创业，逆城镇化。关于房地产，现在进入5月以后，这个数字啊确实惨不忍睹。各路专家都在声嘶力竭啊，在呼吁或者在提自己的主张。你比如说中国房地产的教父孟小苏，他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了，他透露了一些秘密，一些叫什么密文，大家看视频。但是为什么行动这么迟缓呢？房地产政策总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搞。广州不光是这次带头啊，现在是在全境全解除了啊，但是北上深呢啊，现在还是在扭扭捏捏，说出来的好多理由啊，都已经很可笑了。最近的一个是6月13号，广州就是宣布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限价，这是一线城市里头的第一个这么采取行动的。那你觉得这么一个操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风向标？全面取消限购啊，这已经是在去年有主管部门就明确提出的，它叫4个取消，其中有一个就叫取消限购啊，还有取消限贷、取消限售、取消双重住房标准。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好多问题就是说是说了，但是没有落地。你说对了，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本来是整个房地产行业的风向标啊，为什么把他们叫一线城市？就是因为他们在房地产行业的分类里把它们分为一线。你看2015年提出去库存，到了2016年是谁带动的？是北上广深，由一线城市带动强2线，带动2线，然后向3线、4线很快扩张，1年之内就把房地产的困境给解决了。但是这一次呢，早在2022年的年底啊，我和好几位专家我们开会就提出了要取消限购。但是为什么就是在实际当中行动这么迟缓呢？房地产政策总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搞。这个我也是看媒体说是北上广深这4个城市的书记碰到一起开会了啊，而且要求的是取消限购。
可见他们既关心全国的经济形势，更关心他本地的这种经济发展。但是这些这个呼声被一些领导给驳回了，让他们要保持定力。这是2023年年初的情况，2022年就提出来了，结果2024年出了个保持定力，这一保持定力，没想到把全国影响了。北上广深本来是一个旗帜性的这个影响力，2016年的作用不光没发挥出来，反而副作用。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个也就是广州带了头。广州不光是这次带头，前一段时间他就带头在小量的范围限购的情况下，更多的范围就解除了现在是在全境全解除了但是北上深现在还是在扭扭捏捏还是不能够全面的取消限购，所以说出来的好多理由都已经很可笑了。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些地方的限购只是一些干部在给自己找存在感。你看22年底就在讨论，23年这一线城市都有取消限制的这种倾向和意向，然后一直到25年快过半了，才有1家一线城市这么提出来。我就说这动作是不是太晚了？还能有效果吗？有什么效果？效果就很小了。其实中国的楼市低迷，这里面有很大的人为作用，不能都说是楼市本身的规律。22年的下半年开始，它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是通过政策及时调整，包括及时取消限购，采取鼓励政策，包括现在你看出台的这些什么都出来了吧？鼓励政策、消化政策，那个时候治这个病就容易，结果就没有听，拖到了现在。你看这连续这3年，2022年楼市销售额丢了5万亿，2023年丢了6.5万亿，2024年丢了8.5万亿，8.5万亿中国的 GDP 是多少？一年130万亿，你这8.5万亿占了多大的比重你现在努力在这儿保五但是你楼市丢的这部分呢，已经是占了多少了？可惜不可惜？孟小苏在这里面谈到了一线城市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放开限购，什么原因？当然他也说了，即便现在放开，那效果已经大打折扣了。我倒是觉得，就是我昨天节目也说了，你2022年放开，效果怎么样？你改变不了走势大趋势。上海，就我看有网友留言说，为什么只有北京、上海不一样？那你想想，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医疗是哪些地方？你治不了的病，一般跑哪儿去？把全国人民都跑到上海去看病，医疗吗？教育北京、上海，跑步前进，你往哪儿跑？往北京跑。搞投资、搞外资，往上海跑。所以中国就这2个超级城市，所以他到现在他不敢放开。实际上，北京、上海，如果是真的按照孟小苏说的，放开限购，他已经没有办法像10年前那一批放开限购了。10年前，孟小苏举例，10年前一线城市一放开，带动了2线城市、3线城市。我觉得他是把因果搞错了。10年前放开，它只是个催化剂，本质上是还有庞大的购买力，韭菜还能承接得起，韭菜还能加得起杠杆，韭菜对未来还有信心。所以你这边一放开，那边叫风助火势，火借风势。所以你要分析问题，你得考虑当时的背景。你现在你给它放开有什么用？因为韭菜不看好，对吧？对未来不看好，他现实情况就是他要失业，他找到工作，那工资也是一降再降，降薪裁员。你看今天58同城一裁都是1万多，这什么概念？58同城虽然这个公司不咋地，但是他提供的工作岗位还是不错的，这1万个又少了。10年前是什么？10年前是你上午被裁，下午就去上班去了，换一家企业，说不定工资还涨了。你10年前是你被搜狐裁了，下午去抖音、字节跳动去报道去了。要么上午是被什么？被网易裁了，下午去美团报道去了，这工资还涨。你现在裁了就找不到工作了，你这个时候放开，你指望谁来接？所以还指望着1线城市放开，带动2线城市，那就已经是这个就叫刻舟求剑了。你现在1线城市放开，只会对2线城市、3线城市产生这个叫虹吸效应的，因为这些地方资产还有流动性。越往后2线城市、3线城市这房子它没有流动性就是你想卖不掉，你想把它变成钱，那就难死了。所以很多人他就可能把2线、3线那个房子，他急如出手，他到上海去买房，就造成上海
对全国吸血。这就和现在很多上海人或者杭州的或者其他地方2线城市卖二手房，他为什么把房子卖掉？他不是去买新房，他把钱拿回来之后，他是想办法把它润到日本去，润到澳大利亚，跑到别的地方买房去了。这个逻辑是一个逻辑。有的人他出不去怎么办？那他就去国内的顶尖城市，去那儿配置。因为以前不是有限购嘛，所以他买不了。你现在你一放开，那行，我把南昌的房子卖掉，或者我把长沙的房子卖掉，我没办法出去，没办法到日本，没办法到加拿大，那我就去北京买。你永属的，你放开限购，逻辑就这么个逻辑。那现在10年前，你说你一放开，北京的房价一涨，南昌的、长沙的人就觉得一线城市涨了，那咱们这也得涨了。他不急着卖房子，他反而还要在长沙、南昌还买2套，那觉得房价涨啊。西安、成都的房价就是这么涨起来的，因为大家对未来还有预期，觉得风水轮流转，你上海先涨，涨完了我这也要涨。现在怎么可能还有人还有这想法？你上海5000万一套的房子天天涨，南昌、长沙的韭菜看了之后，他会觉得南昌、长沙的房价会涨吗？所以今非昔比了。所以现在你要指望着北京、上海说放开限购，还对全国的楼市有个什么托举的作用，这个想多了，这只会加剧这个叫房地产的结构性矛盾。中信证券说，地产市场超预期下行，新一轮政策仍有必要。你看看说法都不一样了，这和1个月、2个月前说法一样吗？2个月前都说房地产什么企稳回暖，我记得去年9月份就有好多经济学家说了，这个楼市稳住了。所以说中国为啥说这个事情难办呢？就是这样的专家态度，就知道鼓掌。南方财经6月10日电，中信证券表示，2025年第2季度以来，房地产基本面走弱，交易量回落，房价跌幅扩大。我们认为季节因素以及2025年需求侧政策支持阶段性变少，是基本面走弱的主要原因。但是政府框架已经清晰，止跌回稳的目标并无变化。我们认为2025年下半年增量政策和基本面走稳仍然可期。也就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是超预期下行，就跌得有点快了，跌得超过大家想象，赶紧出政策救吧，就这么个意思啊。6月19日，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4部门联合印发《西安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围绕优化土地规划管理、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建设、深化金融支持、活跃市场消费、支持企业健康发展5个方面重点内容，提出12条具体措施。我记得3年前是不是2022年，郑州就推出一揽子的救市措施，一次推19条。现在轮到西安了，就哪个城市推这种稳楼市新政，就说明那地方没稳住嘛，要不然推新政干啥？后面排名不分先后，以后就是成都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杭州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都会相继出台。也就是说政策不停的出，还要救市。不过也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摩根士丹利他说香港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上升周期。6月20日，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称，香港住房价格从高峰下跌30%以后，可能正迎来一个或将持续4到5年的上升周期。这个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支撑住房市场的因素包括印花税取消、利率下降导致按揭利率降低、来自内地买家和移民的需求增加等。说中原城市领先指数2021年8月以来已经下跌30%，住房可负担性回落至2011年水平。他是预计2025年下半年房价将上涨2%。如果摩根士丹利他说的对，那也就是至少说明香港的楼市稳住了。如果香港的楼市稳住了，那有利于深圳的楼市企稳。但是摩根士丹利他说的准不准、靠不靠谱，这些所谓的海外机构也是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今天看多，明天他就唱空，充分体现了赚点钱不容易啊。国际3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他说城中村改造对商品房销售提振效果关键取决于
货币化安置力度。6月19日，标普信评发布报告表示，他说今年城中村改造进度明显加快，体现了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对中央政策的有效落实。其对商品房销售的提振效果关键取决于货币化安置力度，特别是安置比例与房票政策效果，但具体成效仍需观察。当前宏观环境和需求基本面上较上一轮棚改已显著不同。你看看，连标普他都知道你要分析这个背景，上一轮棚改是什么背景，你这一轮棚改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础，这个不一样，你怎么能照搬照抄？这是刻舟求剑呢。虽然货币化安置是稳楼市的重要工具，但行业全面企稳还需政策多措并举。标普分别从政策执行层面、资金支持方面、区域分布上呈现高能级城市主导、全国覆盖特征以及房票制度被广泛应用，分析了当前城中村改造的落地进展。标普信评认为，他说本轮城中村改造对商品房市场的提振效果主要取决于货币化安置的实施力度。不同改造模式对商品房销售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仅当采取现金补贴或房票购买存量商品房等货币化安置方式时，才能直接促进商品房销售和库存去化，而老旧小区修缮、原拆原建或建设安置房等实物安置模式则难以产生同等效果。尽管多地已试点房票制度，但各城市进度不一，整体实施效果尚需观察。什么意思？这个标普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老旧小区给它拆掉，给那些人发房票，这些人拿着房票到买那些开发商盖好了卖不掉的房子，这样实际上是帮开发商去库存。如果这样，你对楼市稳定有帮助。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的资金从哪儿来？你给这些被拆迁的人，你给他发房票，那房票赚到开发商那，开发商最后拿着房票到找政府要钱，政府从哪儿拿钱？而且资金的力度，如果力度越大，那对房地产稳定就越大。这是标普认为的。反过来，他说，如果你把老旧小区给拆掉，在上面再建房子，那你这个跟去库存就没关系了。原拆原建也是这样，纯粹是给开发公司、房地产公司和承建商找点活，把这房子好好的给它拆掉，重新建一套。原来开发商盖好的房子，那些库存该卖不掉还是卖不掉。现在有很多人，他房子拆迁之后，他都不要房票，他就要现金。好不容易被你拆了，你给我钱。房票是什么意思？那去又变成别的地方一套房子，那房子也在贬值，那房子也卖不掉，所以很多人宁愿要现金。总之，房地产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峻。自从恒大暴雷到现在将近4年了，已经扛了4年，毕竟有一些东西已经扛不住了，对吧？我们老说纸包不住火啊。这4年里面，政府为什么是挤牙膏式救市？实际上就是延缓这个过程，不希望它硬着陆。现在看也没有什么好政策了，降首付、降利息、解除限购，这些还属于挤牙膏范围。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